带3780，带17.5一天红军车。今朝回到苏州站，办理好这寻一饭饭店，沙沙克克吃一顿。43后一单子，吃饭之前先拿杨梅菜一菜，还有茶冻包吃个？没个。据说43号称苏州杨梅第一山。吃这一搭个杨梅倒下来，东山西山个侪翻吃的。哟，你也是为此吃杨梅好出去的？好出去啊！今朝我带你到哪个地方领？领啊！下趟一个烂哦，一个烂呢混的对方白得了呀。阿弟的心里，我当老夫在地。那个让我真个领。我寻个地方马会退位个啦。菜海杨梅吃中饭，麻将唱歌一连龙，外头摆眼福，里向摆口福。很多吃白饭顶两个块。哎，你都讲闲话稍微好弄轻点啊，一搭死气个。我在高上侪是精致得不得了，吃也有一三配一三配。一只啥么子叫酱瓜啊？哦，一只是荤菜啊。海岛啥国厅上的海鲜，零个。那种菜真叫好啊，人也不认得，所以不欢迎来着。俺不肉个叫。今朝个菜鱼酥山、档子干、阿东，鱼当不是当自己家东。一个寿司啊，鸡枞菌，零头过不来个啊。来的，菜红饭来的，快点吃呢，快点往煮去。哎呦，难得嘞，记也记不起。花卷外里红颜是个啥么子？绿珠啊。这样一个是来在皇帝吃的。3分之就为大分子，香啊，一个不香的。今朝侬吩咐我来香个帝王般个生活。对，烂麻鸡汤来的。洗得嘞，洗得了面毛不是，就是这边不腻满了。那个地方退休工资3天了，来了进空档，可以行业去。哎哟，那肉也没着，上3只壳的，没上2只头。这句话我是人家吃完的。哎呀，个来哦，白来嘞。用了你来了吃到吧？一到为啥还就好人家？你一个人，哎，一到吃年夜饭蛮灵，上得2桌子，你还觉着哈？哎，你害人呢？我们还来得难讲哇！菜杨梅吃饭喝茶，为什么去寻老板娘？金主上房进我，啥个意思讲？你这7个人侪懂的。那个意思讲我来着了，哼！你到3个人去拍一张，一种地方住里寻不到个，东山西山寻不到个，灵岩山、天平山也寻不到个，天下世界寻不到。我不到你到来，你都根本不晓得。唯一让一个苏澳待遇，零服帖，差喽。